Hello，大家好。禮拜我在吉隆坡 Jalan Kemuning 嘅 Olga Tea and Dining 食日本餐。呢下我哋看佢嘅外表先，看佢嘅玻璃門硬鐵壁咯。呢下就看佢嘅地位。Olga Tea and Dining 離 TRX 捷運站後圈天天，行路5分鐘就到去。也係徛伫嘅街攤教，當然愛俾錢啦。也就徛伫嘅招牌提拉米蘇，徛伫嘅提拉米蘇有3隻口味：鮮米茶、熱水抹茶，還有經典 classic 起店嘅價錢介28 ringgit 到25 ringgit 不等。茶壺系列 Teapot Series 也有好多選擇。例如梅煎茶、瑞煎茶、卡夫福卡姆西茶、軟軟玉露，其中軟軟玉露係38 ringgit。佢嘅以前有澳洲牛膽、甜婦羅、Chicken Katsu Curry、肉雞照燒、Wakatori Teriyaki，呢啲都係佢哋一部分嘅菜單。假使愛看完整嘅菜單，建議你親自去改變啦。呢杯係卡夫福卡姆西茶 milk tea，呢 set 係 curry chicken katsu don set 哦。我落 order 啊，佢7分鐘之內就到去啦。呢碗係梅腸湯、雞肉蘿蔔湯、矮瓜，呢就係用角條啊 ，mushroom 冬菇、碗陳卵 onsen egg。看那邊有馬來人來食啦，所以穆斯林嘅朋友都做得放心來那邊食。呢下我用後生仔指數來評分，乾淨指數5分我評佢4.9分，空氣清新指數冇油煙味5分變4.9分，清爽指數4.9分，廚藝4.9，服務態度4.9，靚菜單指數4.9。還有愛提醒大家，在呢間高級嘅餐廳，佢哋會收服務費用10%，然後呢，而呢一隻單機還愛變政府6%嘅服務稅，所以講呢一條數你愛自己去計啦。你落單之後就唔好後悔哦。呢條片就到呢邊為止，請大家點讚好、分享，還有訂閱我嘅頻道啦，多謝。